好，开始，来，咱来读1655年10月12号。拜二，东北风强烈继续吹来，暗时啊透暴风。愿上帝予平底船比利根号游园停留踮咧过人，或者是已经到平湖停泊，也予加入船斯沃特瓦斯号停留踮咧平湖，予公司会当免伫遭受到更较大诶损失。真正是聊太济吼，船拢拍定义。10月13拜三，游园有强风对西北方透来。10月14，天气游园像以前安尼。头家三哥来阮投甲阮投诉啦，讲投啦吼。小人社有一寡原住民毋肯离开伊和其他诶人旧年所得到核准租用诶即个土地吼，伫咧直家人诶土地，迄寡原住民无愿意离开吼，其实已经绑好即个事，是遐租用诶吼，已经绑好迄个三哥吼。虽然讲真友好来同意收取成果因种伫迄个土地上诶全部即个农作物，因此呢，今仔日长官阁下寄一张批去互遐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g 先生，命令伊爱命令迄寡原住民讲，只要三哥互因满意来转用即寡土地，比如讲补偿因伫咧即个土地上诶果子甲竹啊，安尼因就爱离开即寡土地。民事纠纷啦吼，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福尔摩沙南方，坐12个大埔，载有40袋米甲13袋盐。讲起即个民事纠纷吼，我迄当阵咧查阮即个庄头诶历史诶时阵吼，看到即个叫做叫做啥物淡水一本史料足重要，煞袂记叫啥？毋是淡水厅志啊，是淡水啥我都袂记吼。这淡水毋是即摆淡水吼，是较早即个新竹淡水厅吼，就是竹杉社啦吼。我伫迄本资料内底看足侪迄种，阮迄个庄头迄民事纠纷吼，猫咪人猫咪因为惨咧相告吼，我看到即种资料吼，我拢惊咯，惊讲万一来去含即个因这后代吼，那有啥物？算都无啥爱去得失人啊。讲实在，就是你若写历史诶人，其实爱得失人吼。好，继续讲来。比如讲，我伫咧另外一本。看到迄应该是迄本是叫啥？煞袂记，是日本人留落来。我嘛现在就读个即摆吼，就是其中记一条讲，阮的庄头吼，某某庄吼，啥物人吼，姓啥名啥物，判死刑执行就对啦吼。我看了迄姓吼，我带一个，因为这姓伫阮迄个庄头，毋是介济吼，敢若迄一户尔。我真正惊一个，因有即个日本时代有因兜诶人用掠去枪杀，叫日本人判死刑。当然问是问会对啦，但是我就毋敢去甲问吼。迄若阮若讲伫诶，我绝对甲问看，讲因知影即个代志。可能阮若讲伊嘛无法度知，因迄是搁较早以前吼。阮若讲是伫咧1909年吼，差不多中午迄当阵嘛吼，1895才15冬，
阮阿公是15担，佮后壁佮10担、25担，对，还有一半。阮阿公是伫日本时代一半，佮就多一半的时阵出世嘛。迄个故事是较早啦，所以伫出世前伊可能嘛毋知，加计是捌听人讲安尼尔。好，咱佮继续来读。1655年10月15号拜五，上午要用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做第一帮船送去予巴达米亚当局的书信草稿，已经写真多，并且伫佛罗摩萨议会里来读啊吼。天气远像以前吼，像进前下晡佫透强烈的西北风，天气拢无好，10月16拜六，天气晴朗平静，透西北微风。今日有7只航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90个大波，载有下列的货物：19,288斤鹿仔肉，33,666斤咸鱼，575斤蚵仔，2,392斤佛罗摩萨的丁，1,685斤虾啊，1,250斤糖水，240斤沙鱼油，75道毛啊，48拿鹿腿，18拿虾粉吼，358担酥木，161担盐，3担木香，5担胡椒，52担巴达米亚的丁，4拿鹿角，16担茴香啦吼，18担铁蛙的破片，44担麻，1500领后去的鹿皮，46道小绿豆蔻，1100个油饼最近才开始出现咯，毋知啥物件吼，油是荷兰文的原文吼。Oligoengen 这是要哪读 ？Oligoengen 吼，含一道棉花。10月17号礼拜日，游完好天，下晡有冷风继续对西北方吹来。迄只加入船是我的 Vars 和对平湖到遮，再来对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甲避雷船 Koenig David 号所装载即个货物吼，即只船也带来上色上有缘 Johannes van den Enden 先生所写予阮的批，速期本稿个14号甲16号，就是3工前16号昨吼，这前一工尔。批你讲，即只加入船对遮慢慢到遐的情形吼，慢慢驶到遐的情形，也讲起即个偏湖连续3礼拜，因为继续咧透北风所造成无法度航行的即个恶劣天气的情形。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的迄只小船，伫快艇 Williams 号失事后的第3天，被派去载食物送去迄个危险的岛，就是之前讲偏湖北边有一个叫做过苏吼过屿吼，我毋捌听过咧。去迄个危险的岛，互迄寡抢救起来的人员，却伫咧一直遭到还是就一直因为寂寥吼，所以驶入去一个无人捌的即个海湾，伫遐煞去扩大破离去吼，扩大我个记扩大吼，触礁啦吼，伫遐扩大破离去。不过人员拢已经上岸咯吼。即只小船因为以前就已经认为讲袂当使用，所以因此装置无多，装置不多，什么意思？因为船顶可能物件无介多啦吼。不过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非常需要另外一只小船，因希望讲阮会当对此地将失事的大船 Brady 号的迄只小船送去互因。迄边的船只也真需要查，因为用
Vleramis 号所载去的迄100担茶已经和其他号物做一个定律去害了。因对失事的船只所好起来一杯茶也不过也会讲只干来当烧几工仔尔。伫边堆船拓号内底迄寡担起的落坡，大部分拢已经拍打，其他号物该边堆船的船长认为讲并无损害。边堆船Pelican 号还袂对归人来到偏湖，该船若是无航越偏湖，就应该因为恶劣的天气被逼讲留踮咧归人吼。迄个黄金的专家 Hendrik Baker 因为伫遐无事可做吼，无代志通可做，所以现在对遐派转来遮。迄只失事的快艇 Williams 号的船长甲二副以及边堆船拓号的下设上务员也同齐送转来遮。阮也对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的主管收到一张批，讲因真欠缺粮食，因安尼写讲。因需要大船顶的一只大的小船，以及下日的食物，下日的粮食吼，就是一桶醋。而且每一项拢有注卡，咱来看嘛，是注卡写啥？一桶醋桶啊，注卡写讲是装酒的时阵，一个瓦是100公升，100立达啦吼，一个瓦。就是桶啊，伊翻译做桶啊，但是实际上一个瓦就是100公升，100立达足大个吼，100公升足大个吼。但是旧时有大真多个桶啊，一瓦就有735公升，甚至913公升吼。哇，这足大呢！所以因需要什么？因需要1瓦的醋啊，所以到底是100公升、735公升，还是913公升哦？唔知吼，但是拢数量足多吼。需要半桶的橄榄油，半桶伊的单位是 AAM 吼，阿姆吼。伊敢若翻译，伊这是容器，伊写讲一阿姆等于4个安克，就是144公升，所以半桶就74公升的橄榄油，一个 lager 吼，一桶伊嘛写一桶，一 lager 的阿拉酒，一 lager 是偌济？对，注卡写一 lager 古早时装伫船里装酒，或者是水的大桶啊，一 lager 有400公升，也有563公升的。所以一个就400公升的酒吼，咱需要遮多啊吼。2 Laston 甲3 Laston 的比，Laston 较早咱就捌读过啊，是即种单位啦吼，重量单位一 Laston 是20担，约落是1250公斤，所以一 Laston 是1吨外吼，超过1吨吼。一般也写做3000磅。所以因需要2吨甲3吨的即个米，一桶盐甲一桶1瓦的盐啦吼，甲一个安克的丁油，安克会对丁一安克是36公升。因将个伫 H2 吼后边啊，就是后一摆伊会通知阮吼，因所欠缺的其他物件。因的大壶已经破变动真久，无即个无好起来即个款啊吼，无好起来的款吼，尚无康复的象征啊，就是无要好起来迄种款。因此呢，请求对此地另外派一个大壶去接替伊，也请求派人去替换因船顶无适合航行的人。上前请参阅该函，就是张批啦吼。上述12号的即个下设商务员交阮的下日的物件，吼，因航行中所写的日记，三件
决议录甲2件证明文件，以及巴达维亚总督府当局甲暹罗主管所写要寄去日本予 Leona Winix 先生的文件。对这个日记，阮看着讲，伫顶面本国个11号已经提起过的，就是该避雷船虽然无遭受到真侪强烈的暴风，却也因为严重漏水，并且有损害去吼。因为此用尽各种必须的办法，互该船保持航行。后壁的即个收条甲头前的收条，就船的收条。这个手里应该是查无，我查看下。这个手是头迄个手啦，吼，首领迄个手，但是有加一个准字边吼，周字边吼。我看有这个字无？哎呦，竟然有！今日顶竟然有收这个，这一世人用袂着的字吼，除非你行船吼。他说“手”，意思是船啊，船诶，船头的意思吼。所以船写一个首领的首嘛，一个船头嘛吼。所以船头就叫做手，手就是船头啦吼。啊，所以叫做头前的收条，就是头前的收。即个条嘛，后壁叫做收条就怪怪吼。讲后壁的收条甲头前的收条，拢对插帮被错离一个大武功的即个跨度。船舱以后几支木梁松落落来，上下面的架帮长弯的所在有2支弯管也断离去，上顶头架帮也有一道木墩以及桅杆同齐断去，上下面的架帮下帮也互相错开半个大武功的跨度，还佫有其他所在严重损害到无法度补救，又佫因为无南风吼。无法度趁南风来驶，因此因就被迫转换方向，航往偏湖，要去遐停船的所在来保全性命。因的水手有真侪人水肿，肿到无法度，肿到无气力。伫迄个暴风雨中，有250捆各种顶级的落坡去拍淡去，发出互人无法度忍受的臭气。因此呢，甲因拼出船外，等于算落坡臭甲无法度，只好甲拼出去吼。不过迄寡上好的落坡拢保全落来，并且已经拢拍打。为了要重新来修造这只避雷船，现在该船的主管以书面请求，互因会当调用停伫遐的其他的船只的3、4个木枪、木匠吼木枪，并且互因命令，以便因知影要安怎行动。今仔日敬拜上帝，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海来到遮，有载18个查甫，再来一担半油甲200稻米。然后5只篷船对偏湖来到遮，坐148个查甫，再来37罐西南米仔酒，280只鸡，11只山羊，7罐咸鱼，2只牛甲3担的番薯。10月18，即个16年11月写到头前几工仔尔，就断去啊。所以咱10月读煞就差不多，今年就差不多要煞吼。哇！但是再讲呢，这篇才大篇。10月18号拜一，上午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开会，商讨要交予派驻偏湖的上级商务员Johannes van den Enden 先生关系到偏湖事务的命令，也决定讲要将要发北的这个切史密斯将的命令。龙田的地主，除了11岁以外，
种稻啊，或者是甘蔗的农田，收成吼，以前，拢必须爱每一个某根的地，就是每一架啦吼，每一架地缴纳10仙，互白商，然后由白商来转交互公司。这笔钱是要用来支付，为着要甲即个赤坎的即个普罗宾社后面迄个管地土边吼，所以公司为因所大先退因纳的即个1500牛群，上前请掌握今仔日的决议了。我啉遮水。几工前，希腊人环游完，河边甲阮讲，伊有一个熟人，伊熟悉一个人，会当派伊来炸阮的批，经由厦门对着路送去广州，然后对遐前往北京，去甲书信交互伫遐的迄寡书信阁下，书信的使臣，然后就是派出去迄个大使哈。阮想要采纳即个办法，也已经写好阮要送去遐的批，因为现在即个人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所以就甲阮的批完全按照希腊的方式，甲伊密封、甲伊包装起来，交伊，以免讲诈骗人去做有着危险。对一个注卡讲啊，讲即个 Caesar 吼，就是 Caesar 就即嘛即个台湾张官的款吼，叫做 Caesar。寄互出使北京的书信吼，叫做Goyer含即个 Caesar 的批，后壁是物件骗了。答应伊讲，如果伊会当对遐早批转来，公司将会为着伊的辛劳甲服务，互伊合理的报酬吼。报酬的酬是毋是读做收啊？查一下，可能黑白读毋对去。是读收无毋对啊？收就是应酒三请吼，叫做收，所以应收啊，对啦，应收就读收嘛。报答的意思吼，应酒三请报答的意思，就叫做收吼。所以应收就是即个意思吼，应酒三请报答吼，所以会互伊合理的报酬。伫阮即张批呢，阮上述迄只快艇 Williams 号伫驶入去西南沿海的Great Benningers 湾，又个称作 Inboy 的即个海湾的时阵，会对注卡第2号 Inboy。参阅快艇的报告啊，这是物件骗咯。我驶入去即个叫做名叫做 Inboy 的海湾的时阵呢，船顶有8个荷兰人甲一个东京人，被官员苏利来抬死，苏拉啊，应该 Zolak 啊，苏拉来抬死，或者是活掠的代志啊。即个官员以前是一个海贼。偌久以前，听讲已经降服塔坦，就是即个大清的皇帝。又搁根据1653年希腊人流传到日本的一个传说，就是比如阵史密恩号也可能伫共一个所在失事。有希腊人真肯定讲，伫个那加萨基奉行所讲，有一只大船伫西南海南边跨沙吼，跨搭啦吼，看是跨沙跨搭啦吼，跨线我记得是跨线吼，跨线是沙洲嘛吼，跨搭就是石头吼。船里有几个人伫遐来上岸得救，其中也有一个荷兰妇人吼，伊伫咧年前抑搁住伫台湾。
关于到即只上述变对阵什么人号，阮一直到现在音信全无，也无听到下设商务员女为此的任何消息。伊伫年前对此地前往巴达维亚，然后又搁伫共一年1653年，该当伊的某坐上述的什么人号对遐出发，要前来此地，因为迄寡属神阁下现在伫北京遐交涉，所以希望因出自基督的疼心。可能迄寡被活了的人伫遐探听此事的实际状况，若是有可能去探听者，并且来试咧，就是讲爱试甲迄个大清的皇帝尽力劝说，互迄寡也有可能伫咧上述迄个西南地区生存的所有荷兰人，拢会当得到释放，转来。此地或者是前往巴达维亚，并且请求该皇帝的属下以后毋通阁有任何如此敌对阮的尊者或者是人员的行为等等。阮也希望，若是有可能，就尽量较紧甲阮讲因所交涉的情况，以便阮会当对正巴达维亚当局报告详细内容，请参阅书信簿内底即张批的草本。阮也希望讲，若是有可能，就爱真，不是，中国国下也寄一张批对荷兰文翻译做中文的真有礼貌的批去予官员国姓爷，用来回复今年8月17号，阮伫咧此地所收到伊的来批。对主角拢是物件骗咯，我袂读啊。对该函的答复，早伫咧8月2号就已经伫佛罗摩萨议会里决定了。就是讲，虽然根据所订的合约啊根据所订的合约，西班牙人已经是阮的朋友，不过因为迄边付款的情形，互人厌恶啦，而且真侪暴力阮相信无生理人会乐意对此地去马尼拉贸易等等。详情请参阅该函。伫这当中，迄只加入船斯沃特瓦斯落好了，并且准备好要航往平湖，正在有要载去遐的船只的300担茶。此外，就敢若剩一寡喙石啊，当做地层物。迄寡喙石啊，是要伫平湖交变对船drop号。顶外国下要交该加入船早去遐，互上述商务员Van den Enden 的批也伫咧英文写好。即张批的主要内容如下，咱来看就是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会当，而且应该当咧平湖，摕处比对船 Pelican 号的小船，或者是更较好的办法，就是处 Dora 号的小船来代替因失事的小船。如此，就迄个 Dora 号就会当以后就会当伫遮处伫另外一只小船。又搁快艇 Swartboard 号要按照阮所讲的日期航离平湖前来此地，就是前来台湾啦。但是比对船Koenig David 号和上述 Dora 号必须要留踮咧遐，一直到接到阮的命令。伫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里所存落来巴达维亚所载来货物，比如弹香木、茶棒甲其他货物。如果 Pelican 号也未对平湖去，也未对归人去到遐，爱尽量甲转增到快艇 Swartboard 号，尽其所能来尽量增船就是尽量挤啦其他的货物就转增到停伫遐的其他的船只顶。但是呢，如果 Pelican 号到遐，根据阮的估计，该船都今年迄只船本身就会当装入去 New Andreessen 号所存来全部的货物。但是安尼，上述 Swartboard 号甲 Koenig David 号或者是 Swartboard 号单独就要对 Dora 号转装C再来遮。又搁上述 New Andreessen 号顶头的纽室必须要派捌即寡物件的人去确实查点并且登记落来，用来取代最近
该船的主管阮临时提出的需求，以阮的看法，迄寡数量还佫相当的多。船只航往巴达米亚所需要好的物件，必须要正确来计算。该船所需用的物件，会当对快艇斯沃特布号含遐的其他船只来提用，因为阮欠缺对此地载即寡物件去的船只。其他迄寡船只呢，来到遮以后，还佫会当踮遮补给。迄只失事的快艇威廉姆斯号的船长要派去该船，就是 New Andreessen 号吼，做第二个船长，就是副船长啦吼。因为该船的大副破病咯，最后迄只避雷船 Troll 号必须伫个偏湖详细来检查，看讲该船是毋是会当行来遮北平遐来修理，或者是必须要踮咧偏湖修理。如果需要咱偏湖修理，就必须要安排，互其他的船只的所有的木箱拢去协助吼去修理只 Troll 号。但是呢 ，New Andreessen 号伫出发时阵，该船的木箱必须要转去该船顶靠西北方。上述伫今仔日航往时那迄只胖船坐30个查甫，再有1180斤鹿仔肉，9488斤咸鱼，80斤虾啊，1000斤佛罗摩萨的丁，100斤糖水，一篮木香，甲其他的杂物。今仔日落长，10月19号拜一。迄只加入船斯沃特马斯号早起用篷出港，但是伫划中大时阵，因为阵风强烈透来，大部分对西北方车来，地高又佫必须要转来入港停泊。下晡海上乌阴大蒙。今仔日即个台湾港道特劳的时阵，伫港口的水深只敢有9尺。10月20。拜三，今仔日是法北赤坎龙队切门10米数的日子。无论是一年收2摆，或者是收1摆，收成2摆，或者是收成1摆的龙队，拢按照以前公布的中文甲荷兰文书写的告示来发北。长官阁下甲佛罗摩萨议会议员按照预定伫下晡2点。来到仁野城市定里的公司的庭院庭院庭院是写即个院里的院，应该读院吧，还是院？查一下院里迄个院读院屋屋就是屋子的。湾是人的字姓所以这个花园是读做湾湾里嘛所以读做湾湾里庭院长官阁下和佛罗摩萨议会议员按照预定伫下晡2点钟来到仁野城市定理公司的庭院。因入座了后，就由新仔人翻译员何斌用因的语言，应该是闽南语公开大声宣讲即寡发北条件。要点是，即寡农地将会按照阮的土地测量师测量的农地面积来发北，就像伫告示中所记载安尼，所有的农地拢必须要缴纳10米数，10米数就是10分收1分啦，10%的意思啦这是对圣经来圣经毋是即马基督教圣经是即个犹太人因的圣经内底旧约圣经内底都已经规定讲，因每一个人拢要纳10分的1分敬拜上帝就对啦就是你修行的1分爱用来敬拜上帝，所以较早古早犹太人的祭司足好个足好过
讲顶头载明讲所有农地拢必须要缴纳10%色嘛吼。但是即寡人的土地是例外吼，就是长官 Cornelis Caesar 阁下归伊阁下大目港社迄寡可怜的官夫甲孤儿，队长 Thomas Peddle、Johannes Juvendo 以及希腊人何宾、波哥、三沙、Sisik、新瓜甲苏代诶官府的农地，因为农地的面积无可能知影讲遮尔精准吼，因此大家拢必须以即个测量结果来做准吼。无论是实际面积是加还是少啦吼，公司袂加收也袂甲你退还啦吼，罚金袂甲退还，罚金一律拢是必须以伫咧今年12个对来6000吼，即摆已经10个对啊，10个20啊吼，不得延前啦吼，而且必须以现款来缴纳，不得以即个册来缴纳吼，爱现金啦吼。袂使用切缴，伫成交以前必须要提出可靠的保证人。白商必须以家己的费用对即个稻产收取11%色。不过，因会当对每10捆吼，就是10杀的即个稻产吼，无契税，就是即个。稻杀顶头还有税吼，10杀会当减1杀吼，做税金就对啦吼，因北商啦吼。稻仔的出口就是册的出口啦吼，和旧年相像，将会继续禁止，来避免讲米价去压悬吼。大家拢必须要遵守即寡条件。宣讲以上各要点了后，就开始发卖，并且以下列的情形完成发放吼。相反吼，就是出现一张表，就是伊发放的即个计数吼。头前是农地名称、农地总面积，再来就是发放的面积。白商是啥物人？保证人啥物人？吼，罚金偌侪钱？吼，单位是里尔。即张表好啦，无介做呢，我甲你念一下吼。Amsterdam's Polder 哦，咱正有查过即个 Polder， 敢若是田的意思嘛？我已经无啥会记啊。过来查一下吼，荷兰文。翻译。就是田吼，荷兰文，我遐来念。Boulder 吼 ，border。Amsterdam border 33又搁9%价吼，发白面积26搁9%价。白商如果保证人3个罚金105里尔。Delft's Border 27价半，发白面积27价半，白商西瓦保证人9个罚金70。Horns Border 173价，发白138价，白商鱼哥保证人3个，罚金200。Andreessen's Border，Andreessen 除了最准名，还会当最惨的名吼。最近即只 Andreessen 定定出现，即只大船停伫咧片哦。还是我切一下片。